4个男女主角。对，我这次拍了4首 MV， 然后邀请了4位男主角来担任一个故事都不一样的那个角色。所以每一首歌都在谈恋爱吗？基本上是，但有一首比较算暗恋。你暗恋人家还是你暗恋？我暗恋人。哦。对。那我们这首歌是小情小爱。算是小情小爱，但是我觉得这一首让我比较纠结，最后没有好结果。对，可是我们其实是爱着彼此的，只是可能有一些误解啊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感情都是因为不容易说出口，就是很容易闷在心里面。所以这个故事比较像有心结在那边，就我觉得你放不干净，但其实你没有，然后你又觉得没法沟通，然后你也不会讲。对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。对，所以变成是就是一个相爱的遗憾。可是我觉得这是遗憾，永远是一种美，对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以前都是那种被劈腿啊，就是爱的你死我活啊，但这首比较有点内敛的感觉，凄美感。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对方，对，但是互相祝福。对，在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没错，而且这是我跟定文第一次合作。我要说一句很不礼貌的话，从小时候就看你长大。没关系，你年纪真的蛮小的，承认。那时候他在星光帮的时候，我就很关注他。我会邀请定文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就还蛮喜欢他的歌声，然后因为他以前是唱国语歌比较多，因为我关注你在那个舞台剧有唱台语歌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他来合唱一下，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这样。我真的是感谢慧茹，因为也是刚刚好，我今年呢也尝试一些台语歌的发行跟挑战这样，然后刚发完一首台语歌曲，然后就接到慧茹的邀请，真的是老天注定。马上答应有让我吓到。其实我们之前还不太认识，对，真的过，所以我那时候是跟公司提，让他去问看看，但是我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。可是你就是义不容辞的这样大力相挺，我真的觉得太感谢你了。其实我们第一卡就是情绪戏，对，第一卡就是情绪戏，直接来哦，然后就觉得不愧是专业的，真的是1秒到位。希望这次我们的合作呢，大家会喜欢。耶，支持一下相爱的遗憾。耶。咱拢看袂清你我感情的阻碍，来原谅咱的爱，只要怪该不应该学着放手，再见，相爱。